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寒假的假期、春节的假期。主，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人在寒假当中已经安排好，也有许多人还没有计划。主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主啊是从神而来的。主啊，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在我们接下来的2个礼拜到3个礼拜的假期的期间，主啊能够做好规划，主啊同时能够在这期间当中与神与人能够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。主啊也让我们能够除旧布新，主啊将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。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领受神丰盛的恩典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跟你旁边祝福说，神要大大祝福你。好，神真的要大大祝福你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用能听与受教。好，这是接着在第1月7号的时候牧师的信息。今年我们的信息都要讲在周6礼拜。好，我的主题是要跟服事有关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说神所喜悦的服事。好，不晓得你还没有印象。好，我们用罗马书里面第10章17、18节所提到的，神所喜悦的服事是什么呢？好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公义、和平，还有圣灵中的喜乐。这3件事情我们说一次：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。公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有正当的行为，然后呢，好要行神的旨意。好，这就是公义。神对公义的要求，当你能够有活出正当的行为，你就是在服事神。当你能够查考圣经，并且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这就是在服事神。和平是什么呢？和平我们提到3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要与自己和好。很多人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就会看自己就很讨厌，看自己就不顺眼，他怎么能够跟人家和平呢？和睦呢？所以要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接纳自己的缺点，接纳自己的软弱，带到神的面前。其次呢，要保持内心的平安。好，不要跟着世界忙碌，不要跟着选举，好，选前选后，好，心情起跌，好，不要跟着这个电视上面的这个新闻的报道网络的世界各样的风声，好，别人在 Facebook 上面的留言，哇，你的心情就起伏受到影响。保持心中的平安，让平安住在你心中，这就是和平，就是在服事神。问一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心中有平安吗？好，说神要赐给你平安。当你心中追求平安，这就是在服事神。好，那像我们今天聚会人可能比较少，好，对一些人来讲，心里面就有点不安。好，说人比较少，是大家都跑去哪里想东想西。好，那你的平安就跟着跑掉。但是你能够保持心中的平安，就是在服事神。还有呢，和平的第3个就是要与众人和睦。好，跟每一个人都要和好。好，我们也提到说，跟你很好，原来就很好了，你跟他和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你能够跟每一个人和好，好，这就是很重要学习的功课。所以包括你的父母亲，包括你的兄弟姐妹，包括你在学校的同学、老师，包括你喜欢、不喜欢的人，你能够跟他保持和睦，就是在服事神。阿们。所以呢，你要学习跟众人和睦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团契有小组，就是在学习这样的功课。这是第2，公义和平。第3是圣灵中的喜乐。圣灵中的喜乐，我们也提到2个，一个要在神的面前喜乐。好，今天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你心中有喜乐吗？当你唱诗歌，开始要祷告，当你要来到教会，要进入圣殿，你心中有喜乐吗？这就是在神面前的喜乐。好，所以在神面前的喜乐，不是为了什么人，为了什么事，好，而是当你想到能够来教会，当你想到能够来敬拜神，当你想到能够唱诗歌、拍手、跳舞、赞美神，就有那种喜乐就已在你的里面。好，就是在服事神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第2个，就是要在人的面前喜乐。基督徒好，一个生命的记号就是平安和喜乐。好，所以人家看到你，永远是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秘诀。所以你要把神的在你里面的喜乐、平安分享与人。所以看到人要常常面带微笑，做招待的更是要如此。好，那你能够为主的缘故与人分享，好，对人微笑，就是在服事神。所以服事神所喜悦服事哪3件呢？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。这样的服事是神所喜悦，好，也是必要受到人的称赞。
受到人的称赞。好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你追求这3件事情，你除了神喜悦你，我相信你身边的人好也会称赞你，也会肯定你。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个啊，就是能听与受教。好，能听与受教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个经节，在以赛亚书50章4到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怒我、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这段话是先知以赛亚他所写下来。他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的当中，好，他在提到一个名词，叫做受教者。好，在第3行的地方，第1行跟第3行，受教者。什么是受教者呢？好，今天是我们要探讨的目标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经节之前呢，好，要再次祝大家龙年平安。然后呢，除了平安之外，还要龙神益人。好，我们来说一次：龙年平安，龙神益人。一个是了，一个是日，哈，龙年跟龙神。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第8页有一大段的空白，写了一个龙安嘉光福音中心。好，在龙年开始呢，我们就要在龙安街好来设立一个福音中心。我们期待这个福音中心呢，好，它能够成为一个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教会，好，能够成为一个带领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教会。我写这个呢，好，不是有目的的，好，牧师自己做了一首诗，好，就用龙安嘉光福音中心。好，我们来念念看，来，龙腾虎跃迎新春。安定在天主赐恩，有没有押韵？迦南信徒齐心志，光照桃园使命生。写得好不好？什么？明白里面的意思吗？好，这应该有上国中都明白。还有福气临门喜乐城。好，我们希望桃园呢能够成为一个喜乐城。音乐歌声赞美神。好，能够在内外教会。好，在桃园充满了对神的赞美，中保耶稣是救主，最后心存感恩做仆人，阿们。好，这首诗呢，好，是我花了10分钟写出来，好，我不知道但是呢，我看完之后呢，好，10分钟把它修改里面的字，好，几个词修改。但是呢，看完之后我觉得，跟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很贴近，好，很贴近。在新春当中，好，我们要在龙安街，我们寻求安定。好，这次的选举结果呢，大家倾向安定，好，不想要改变。但是呢，我们祈求主能够赐恩。然后呢，我们期待这个开拓教会呢，不是只有陈牧师，好，不是只有开拓同工，而是每个迦南的信徒。所以刚刚香林长老报告当中，周报第5页。我们的计划是全教会都要去那个地方服侍，好，在至少今年上半年的时间，每个人都要有机会去，好像没有排到青年去的时间，好，但是我们会再安排进去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到福音中心，好，把它当成是迦南教会的一部分来开拓，让上帝的光能够照耀桃园，好，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。同时呢，让寻求上帝的福气进入每一个家庭的大门。好，然后呢，进入到每一个桃园的向每一个住户叩门，好，让这个城市充满了喜乐，让诗歌、让赞美，好，能够充满在这地方。好，更期待的是，我们都能够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且要存着感恩的心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不是要你抄下来，我希望你能够写一首新的。好能够送给我们，再来比赛。好，然后写得好了，我们就把它刻在这个福音中心的大门上面。好，龙安嘉光福音中心。好，我们把这8个字念一次：龙安嘉光福音中心。好，简称
嘉光福音中心，再简称福音中心。好，但是你不要直接讲中心，好，因为我们有2个中心，好，一个是社福中心，一个是福音中心。好，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双福，双福，一个是服务的服，一个是福音的福。好，有社福中心，社会服务，一个是福音。好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感谢主。在过年当中呢，我们的今天的周报有放下了一个第10页，有一个除夕守岁家庭感恩礼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希望这一章呢，你带回去之后呢，好，能够派上用场。好，希望你能够勇敢的，好，在围炉除夕夜，好，跟你的家人，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。好，但是你可以改变。好，首先呢，你找几首诗歌。好，那你可以用从网络download，好，或是你也可以放 CD， 或是印歌谱。然后呢，唱完诗歌呢，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然后呢，读圣经。好，给我们一个经节是诗篇103篇的1到13节。读完之后呢，分享几件事情。好，就是哪一节可以描述你过去这一年是最贴切的。好，你可以全家人轮流来分享，然后为什么？好，这个就会很有趣哦。每一家里的每一个人，好，都可以轮流分享。第二个，选出我们家3件最感恩的事情，好，3件最值得回味的事情，3件影响最深远的事情。好，你就准备好白纸，准备好笔，一个人发一张纸，一支笔，好，然后写完之后，好，轮流来念，或是抽签丢到袋子里面抽一抽，然后大家来念。好，然后呢，分享完之后，好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当你一分享感恩，一分享这个，你就会发现神的灵，好，充满在你们家庭当中。接着可以继续唱诗歌或是祷告，好，愿意的话，如果家里面爸爸妈妈不是基督徒，可不可以做这个？好，也是可以啊，好，也是可以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可以追思，好，可以开始回想一些祖先的事迹，好，读家谱，或是看祖先的照片。好，遗物，好，感谢他们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祝福，好，然后里面宣告、唱诗、祝福、团聚，好，发压岁钱啊，做家庭游戏啊，或是全家看影片啊，好，会守岁吗？以前过年还要守岁，好，守岁就是要到晚上12点之后才能够睡觉，好，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会啊，好，都在跨年的时候都已经做完了。好，但是呢，下面还有一个是非基督徒版的，好，就是更缩短，好，唱诗歌回顾，然后追思纪念亲人，好，然后关心亲人，祝福家人，好，然后团聚，好，所以这一个周报第10页呢，好，可以回去成为很好的模范，好，我们每一年的家庭礼拜，好，这个除夕的时候，好，有时候是在跟爸妈过，有时候是跟岳父岳母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都会做这个家庭礼拜，好，你会发现，哇，在这个当中你也没有出门，也没有出去，好，也不会有朋友来 call 你，好，也不会朋友来密你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你的家人heart to heart， 好，可以跟他多亲近，多分享，甚至从这几个简单的问题当中，你就可以多表达对家人的关心。好，所以呢，跟你旁边弟兄姐妹鼓励，好，要过一个很棒的除夕夜，让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家。好，所以周报第10页呢很好用，但是呢，在准备要过年当中，好，我们除了要打扫之外，好，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我知道，昨天我去吃面，好，在福音中心附近吃面，然后看到那个一周刊里面，好，有一个报道，好，说，不知道是几年前，一家6口，爸爸带女儿去跳河，结果过没几个月之后，妈妈带另外2个儿子去跳河，在同一个桥上面，同一个地方跳下去。好，只间隔几个月，6个人，爸爸带女儿，妈妈带2个儿子，去了5个人，剩下一个人，那个人他现在已经长大了。好，然后他就是在这样子的而且他长大也没有很顺利，好，那就是常常还失业，他的周遭的朋友还都很多是放无薪假。他到过年的时候，人家在跟家人在过年，好，他的家人好都一个都离开他，而且他又不是基督徒，好，所以他心中更孤单。可能在你的周遭的
朋友当中，你班上的同学，你可以想一想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在过年的时候，可能他只有一个人，或是长辈，或是亲戚，可能是独居的老人，好，或是呢，他可能没有家人，或是呢，家里面人可能也不理他，不管他。好，你可以做个祷告，你可以在明天，好，在晚上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，好，关心他，跟他聊一下，好，花个5分钟、10分钟，我相信透过你这样的行动，好，会让这样的人得到很大的温暖，祝福他。好，甚至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你家人讨论，你的朋友谁谁谁，他只有一个人，好，他可能从南部过来，或是从国外来到台湾，好，这个时候他很无聊没有伴，好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家的人一起来围炉吃晚餐？好，如果是你要好的朋友，可以跟家人来沟通。我们期待呢，好，能够在过年当中能够有不同的服事，好，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这样的服事，好，追求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，能够把这样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人。但是除了好在过年当中，好，我们在常常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打扫，好，所以除旧布新，好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过年当中大扫除，好，能够整理。你已经有大扫除的，请举手。哇，大部分的人手放下，好，有的人还没有，明天还有1天的时间，好，明天还有时间，好，大扫除，好，这是很好的传统，好，把旧的清出去，好，然后呢，迎接新的一年，这样你心里面好也会很充满这个开心信心的来面对。但是呢，除旧布新，好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大扫除。所以我们在每一年的跨年祷告会，好，我们都有做这个认罪悔改，好，然后有做这个感恩感谢，好，然后做这个期望，好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做属灵的大扫除，好，所以我们每一年的跨年祷告会，好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属灵大扫除。但是在过年期间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好就能够因为大扫除，然后你新的一年好就能够完完全全过得平顺，不再有困难呢？好，不再有烦恼，你的缺点通通都改变，都改掉了。我想有点困难，到底缺点好要怎么样改变呢？或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新造的人？成为新造的人，你觉得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？好，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悔改。我们一起说一次悔改。好，大声一点。好，悔改。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一定要经过悔改。我们扫除可以扫出去，但是我们人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身上的缺点。好，人总是有很多盲点在身上。但是我有透过悔改，在神的面前悔改，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悔改这个字呢，好，是2个字组成的，就是懊悔加上什么？改变。好，请你写下来，懊悔加上改变。你想要改变很好，可是你一点都没有懊悔的心，还不够。你很懊悔，可是呢，你却不想改变，这样子也不行。悔改就是你要为罪、为义忧伤、懊悔、痛悔，好，真的很不想要再这样，我不想要再这样下去，懊悔，而且呢，你要下定决心要改变。可是呢，很多人常常悔恨，却生命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不希望在新的一年要来到，又在陷入这样的循环。一直后悔，可是呢，就是一直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上帝怎么样帮助人悔改呢？在旧约当中，上帝帮助人悔改，好，通常好就是会有人来提醒，譬如说，上帝会透过约拿去告诉尼尼微城的人，上帝要审判你们了，你们好。不需要悔改，好，上帝也没有告诉他们悔改，上帝只要说，上帝要审判你们了。可是呢，尼尼微城的王听见了，好，就下令从大到小，每个人都要披麻，为他自己的罪悔改。如果约拿没有来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人会不会悔改？不会悔改。可是当约拿的话信息一带到，全城的人悔改，上帝本来要毁灭这城的，
结果呢，上帝改变他的心意，赦免了这城，好，这个城就改变了。我们又看到，大卫他犯罪了，好，犯了奸淫，好，他这个爱上了拔示巴，然后想尽办法杀掉他的先生。可是呢，上帝透过拿单先知来告诉大卫，好，你就是那个不义的人，你就是那个抢夺人家妻子，像那个抢夺羊的那个人。大卫听到之后，他说：“我有罪了。”他立即悔改，写下诗篇51篇。在旧约当中，我们也看见上帝好透过施洗约翰，好从旧约进入新约，好耶稣好要降生之前，上帝透过施洗约翰。好，来传一件事情：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，上帝的在旧约当中的方法，就是他透过一些人去传悔改的信息，要悔改 ，repent， 要改变，好，要为你们罪改变。但是到了新约之后，情形有点不太一样。悔改呢是圣灵加上神的话，我们说一次：圣灵加上神的话。圣灵加上神的话而带来悔改，最一开始就是在五旬节，圣灵降临，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之后，站起来讲道，讲了一篇道之后，好，这些3000个人听了扎心，好，当场就受洗，他们就悔改。所以圣灵动工，彼得讲道，圣灵加上神的话。我们看保罗的悔改，保罗要去大马士革，好，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这些基督徒。可是呢，好，圣灵光照他，然后有耶稣的话临到他。保罗，扫罗，那时候还叫扫罗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扫罗说：“你是谁啊？”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加上神的话，扫罗他就悔改，变成保罗。我们看到第1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，他本来是重享乐情欲，好，在这个放纵自己的情欲，好，在追求女色当中。但是呢，当他被神的话，罗马书里面好的话所打动，好，圣灵的光照，他悔改，所以他决定好远离这些罪恶，他的生命完全180度的改变。所以从旧约，上帝派一个人先知，大部分是先知，去对一个人说：“你要悔改，你要改变。”到了新约，好，变成是圣灵加上什么？神的话而带来悔改。所以你曾经有悔改的经验吗？你曾经好有在神的面前改变吗？好，你的生命得着改变吗？你可以回想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要追求的就是圣灵，你要追求的就是神的话。在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你要跟圣灵祷告：圣灵啊，请你充满我，天天充满我，常常充满我。然后呢，勤读神的话，让上帝的话语能够光照你，能够从上帝的话跟圣灵，你的生命就会带来悔改和改变。阿们。但是呢，悔改有2个条件，除了圣灵跟神的话，又可以分成外在的条件跟内在的条件。外在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刚才所讲的，从外面来的，好，有一个先知来告诉你，好，从一个国外来的先知告诉你，你犯罪了，好，你要认罪，你要悔改。可能有圣灵好来充满你，这是从外来的，圣灵充满你，好，你要悔改。你读了圣经，翻开圣经，哇，圣灵告诉你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，你要悔改。你到教会的信息告诉你，你现在的事情方向是不对，你要悔改。有牧师，好，在跟牧师当中，牧师可能关心你，告诉你，建议你，你要改变，要悔改。有属灵的长辈，有小组长，有区长，说你现在不对，你要悔改。这些都是外在的条件，包括有可能来自你的父母，来自你的家人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内在的条件。内在条件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别人来告诉你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，你自己怎么悔改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重点，就是受教者。好，我们一起说一次。要悔改，
内在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位受教者。受教者的英文就是 learner 就是你一个学习的人。受教者就是一个学习者，学习的人。这样的悔改在你的里面，不是外面人，而是从你的里面发出来，是一种在你的态度，在你的品格，在你的生命里面。当你能够成为受教者，可能没有牧者来提醒你，可能没有先知来告诉你，但是你能够常常看见，常常从你的里面去改变你的生命。很久以前有一个广告说，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，先怎样把自己的刮干净。好，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看过，或是你们看过的时候很小。但是呢，这句话呢，在圣经里面已经出现过了。好，我们来念一次：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看得清楚，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当你想要去把弟兄眼中的刺去掉，可是呢，你自己眼睛有梁木看不清楚，你要拔他眼中的刺，可是却拔到他鼻孔里面的鼻毛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到那根刺。所以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看得清楚之后，才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而这样做的目的，为什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就是为了要去帮助别人，是要让别人更好。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说，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，第4节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我们的言语是用来伤害人，还是扶助人？扶助人，扶助这些疲乏的人。你要去帮助别人之前，你要先成为受教者，让你自己先得到帮助，让你自己先得到改变。所以上帝他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上帝是先看他有恩赐，还是先看他的态度呢？先看他的恩赐，还是先看他的态度？上帝要看他的态度。所以不永康，他被上帝呼召以前，上帝告诉他说，你不是我所拣选的 No.1， 你不是第一个。在你之前，不永康深深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拣选我？神告诉他说，在你前面还有2个，一个是不愿意，另外一个是不顺服。但是呢，当我呼召你，你愿意也顺服，我就使用你。所以不永康说他是德国人，他英文讲得很烂，讲得不好，而且呢，他是家里面功课最差的，他很不会念书。可是上帝使用他，成为一个在非洲，一个带领5亿，到现在累积超过5亿人决志的一个布道家。因为他愿意，因为他顺服，因为他有一个认得的态度，受教者的态度，他愿意学习，愿意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他就能够看得清楚，去帮助别人，除掉别人眼中的刺，他就能够用言语，用上帝的话去扶助疲乏的人。所以成为受教者，一定要是我们悔改的内在条件。而这内在受教者呢，在以赛亚书给我们2个很简单的2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要有能听的耳，我们说一次，能听的耳。主每早晨唤醒什么呢？我的耳朵。唤醒我的耳朵做什么呢？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启我的耳朵，我并未违背，也未退后。好，第4节、第5节，上帝每天早上做一件事情，把你的耳朵叫起来。你的耳朵什么时候起床？你的耳朵其实没有办法关起来，我们眼睛睡觉还会闭起来，我们嘴巴不想吃东西可以闭起来。好，但是耳朵有没有办法关起来？我现在可以讲话，你可以想办法把耳朵关起来，不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很困难，
你的耳朵，除非你有练过什么气功，好，你可以灌气，然后让耳朵顿时听不见外面的声音。但是耳朵怎么唤起来呢？耳朵明明就没有，根本就没有睡觉啊，耳朵它根本就没有停过啊。当一个人死掉之后，好，他的心脏会停，好，当他心脏停了，好，眼瞳孔放大，好，然后医生宣判死亡。可是呢，他的耳朵可能还在听，你相信吗？好，在人过世的那几个小时当中，耳朵好可能还有听力，所以很多我们在临终的时候，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好会告诉家属，可能他昏迷了，可是他耳朵在听。我们去过好多加护病房。那些人都是医生宣判昏迷，可是呢，你唯一可以跟他沟通的，就是在他耳朵旁边讲话。有时候你这样跟他讲一讲，他就会突然会动一下，眼睛会突然就睁开一下，表示他有接收到，他有接收到。耳朵是没有办法关的，可是为什么主每天早晨要唤醒你的耳朵呢？为什么？我们先看，当有一个人告诉你你的错误的时候，或是告诉你需要改进的地方的时候，通常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在家里面，好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很容易会指出你的错误，你的弟兄姐妹很容易会告诉你要改进的地方。来到教会，好，可能会有牧者，会有小组长，好，跟你讲，会有长老、区长跟你讲你要改进的地方。但是当你听到之后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这个答案没有办法替你回答，你要自己想一想。你的反应是逃避，然后赶快找借口、狡辩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或是你要成为一位受教者，接受指正，接受别人对你的谏言。很多时候，在一个team 当中，当有人不能接受别人指正，不能讲他好，你只要讲他不对，他就跟你翻脸。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相处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，我们的周六的团契，每一次小组聚会写代祷都要写3件事情，哪3件事情？感恩、代祷，还有呢？还有悔改的事情。好，这是我们从去年开始，好，去年初开始在做的。每个礼拜，好，不管你这礼拜好做了什么事情，要写感恩的事情，要写代祷的事情，还要写出一个悔改的事情。就是每一个人常常需要找出悔改的事情。你觉得分享这3件事情，哪一个最难分享？悔改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小组长说悔改，因为你要具体的去找出自己的缺点，好，而且你要愿意讲出来。好，有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有很大的缺点，可是你可能讲不出来。可是呢，这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，让我们能够愿意看见自己的眼中的梁木。好，所以参加小组，好，分享悔改的事情，想一想，写出来，好，分享出来，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。可是呢，当你愿意接受别人指正，你就能够受到很好的建议。你虽然可能听的时候不舒服，可是呢，当你的生命愿意接受改变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强壮，就会坚强。可是呢，这些常常不愿意听不进去的人，好，没有能听的耳的时候呢，他所讲的话，别人也不太会听。通常是这样子哦。他常常不愿意听别人话，好，所以他所讲的话，别人久了也不想要听。所以有一些爸爸妈妈，他们来做礼拜，好，牧师在讲到，爸爸妈妈不认真听，回家之后，他对他的儿女讲话，他的儿子女儿有时候也常常不甩他，这是有连带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权柄。我们说权柄，你不能听对你有权柄人物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用你的权柄去对待别人。好，所以你父母亲成为父母亲，你对你的儿女有权柄，可是呢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呢？从你去接受、顺服你的权柄来。所以，
我在成功岭的时候，大学2年级，好大一暑假上成功岭，然后去那成功岭的营，在那边一个35天，然后那个营长他就告诉我们一句话，那时候我就开始想，想了好几年，从大一到现在可能10-20年，好，想了将近20年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，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领袖。你就先要能够去接受别人的领导，你要先能够接受别人的领导，意思说你要能够运用领导的这个权柄之前，你就要先能够去尊重这样的权柄。所以能听的耳，当你能够专心听讲道，当你能够专心听你父母亲对你所说的话，学校的老师对你所说的话，你能够专心听，这权柄会在你身上，你就会用这个权柄去对待在你下面的人。好，可能现在是，你还没有当爸爸妈妈，可是呢，将来你有了孩子，你就能够运用权柄。可是你反过来看，那些不听爸爸妈妈话的人，那些爸爸妈妈，他们通常也不太听他们爸爸妈妈的话，这就是一个罪的循环，错误的循环。上帝为什么要开启我们的耳朵呢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，我们一起说说不出的叹息。叹息有没有声音？有啊，有声音。唉，我是用麦克风，如果这边后面郑雨婷就听不到。圣灵用这种声音替你祷告，你怎么听呢？好，所以你的耳朵需要开启。怎么开启呢？好，它的开启意思其实就是某种的关掉。好，是开启也是关掉，跟我说一次。是开启也是关掉。关掉什么呢？关掉其他的杂音。你要听神的声音，可是你每天听了很多的其他声音。好，你可能坐火车也要听个手机啊，好，然后这个讲电话，好，也要听个音，也要听电话的声音啊。然后呢，打电脑的时候也要放个音乐啊。然后呢，你可能一边吃饭一边听这个电视新闻在播报的声音啊。你可能一天到晚要听很多很多的声音，你的耳朵已经被占线占满了，你就听不到那个说不出的叹息，你就听不到那个唉的声音，圣灵为你祷告的声音。所以听神的声音，开启你的耳朵，就是要关掉其他的声音，关掉其他的声音。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有时候有的人很喜欢每个人开口大声的祷告，有的人很喜欢安静静默的祷告。两种祷告都有它的用处，而且都很重要，但是也需要交互的平衡。有一种祷告呢，是你去这个地方祷告，像现在新竹圣经书院他们也有在推，叫做避静。我们说一次避静，逃避的避，然后安静的静，就是躲起来，在这边安静避静。好，它的闭呢，其实也是关闭的闭，关紧闭的闭。它在那边，它就是给你提供你吃住，好，你要进食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它就让你在那边3天5天，然后它的条件就是3天之内都不能讲话，3天5天都不能讲话。好，有的人呢，他可以很容易3天5天不讲话；有的人呢，30分钟他就受不了。好，如果你是这种属于30分钟没有讲话就受不了的人，好，我鼓励你，鼓励你去，好，接受这样的挑战，好，毕竟，但是呢，不讲话，你的心思意念，好，一直在运转在动，好，但是呢，其实就是要听神的声音，听神的声音。当然，神不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才对我们说话。有时候你可能在祷告啊，在赞美啊，在大声在歌唱的时候，神也会对你说话，甚至神也会透过人来对你说话。但是神每天早晨，他一定要唤醒你的耳朵，意思就是在早上，好，你还没有开始去开电视，在你起床，你还没有开始去开电脑，在你起床，你还没有开始去开手机，你还没有去把其他声音弄出来之前，你先开你的耳朵听神的声音，
好，听神为你祷告的声音，而这个声音呢，让你能够听，而且要遵行，不要违背，也不要退后。以赛亚说：“我未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神对你有话要说，好，你就接受就好。”这礼拜我们去退休会，然后遇到我在神学院的老师，他是一个美国人。好，那他来台湾10几年的时间，刚开始他在台东。后来呢，好，他的服事很受到肯定，所以他就来到神学院兼课。神学院兼课几次之后，神学院就请说：“你不这么好的老师，好，你应该要留在神学院帮助神学生。”所以他就直接变成神学院专任老师，在神学院教了将近10年。好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妈妈，好，他的妈妈在美国生病，年纪老生病，所以他的哥哥弟弟要求他回去一起照顾妈妈，所以他很舍不得的，好，把他所有在台湾的东西能送的送，好，通通送给别人，然后他就回去美国，然后找了在他们家附近的一间教会，那间教会呢，好，人不多，好，长老有27个，好，然后呢，牧师还有4个，他是做主任牧师，好，然后会有2000多个，好，他要去牧那一间教会，好，他去牧那间教会呢。其实他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冲突，可是呢，他很聪明，好，他很有方法，因为他这个牧师呢，好，这个老师他很注重灵修，他在神学院就是教我们一个功课，好，就是灵修，他用很多的方法，好，让你能够心安静下来灵修。然后呢，他在那教会其实很快，好，他在教会满1年之后，好，他就冲回来台湾，好，他就很想台湾。然后呢就回来台湾探访，然后再回去第2年。可是当他第1年回来台湾，又回去美国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的总会的总干事那时候也去到美国的总会去访问，就跟他说：“这个牧师呢，是我们从台湾派来美国的宣教师。好，他虽然是美国人来台湾，可是那个台湾的总会的牧师跟他说，这是台湾派去美国的宣教师。好，他有一天还要回来台湾哦。好，就过了几个月之后。”这个牧师，我的老师，他就说圣灵一直对他讲话，一直告诉他你要回去台湾，你要回去台湾。他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不可能，因为他在离开台湾之前，他也是祷告很久，好，他真的祷告很久，而且在下定决心之后，把他所有东西通通不是变卖，通通送人，车子什么都送人。然后呢，他就打定一个念头。好，说他回去美国，他可能就是要在那服侍到退休，因为他已经50几岁，他可能就在服侍到退休。而且呢，他也常常告诉神学院的学生，在台湾的时候告诉学生，你们到第一间教会的时候呢，好，千万不要待得太短，好，越久越好。可是他看一看他自己在美国还不到2年，他才去到那边还不到2年，好，他就告诉他学生，你要在一个教会越久越好。可是呢，他自己。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回台湾。”所以他很纳闷，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就开始说：“好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回台湾，好，那我有1、2、3，他有5个问题要解决。好，第一个要先说服他的哥哥和弟弟，因为是他哥哥弟弟要求他回来台湾的，所以他就去。好，他没有违背，好，他也没有退后，他就去找他的哥哥，找他的弟弟，说神告诉他要回台湾的。”没有想到他哥哥就说：“如果是神要你回台湾的，好，我们尊重，好，我们尊重。但是你要自己去跟妈妈讲，你要自己去跟他妈妈讲，好。然后呢，所以第1关过了，他就去找他妈妈，好，去跟他妈妈讲说：妈妈，好，神感动我要我回台湾。好，他妈妈有一点，不过他妈妈是一个很 open 的人，好说。”好，他妈妈本来说我们以后在天国还会相见。好，所以他妈妈意思就是说，好，他虽然年纪大，好，身体不好，可是呢，好，我们在天国还是会相见。好，所以他妈妈也让他回去。好，第2关也过，第3关，好，就是他要跟教会的小会员27个长老，好，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27个长老是我们教会的1倍，好，我们教会长老的1倍。好，他想说，他去到那边，可能很多长老都不可能会放他走，好，因为他才到这教会1年多。可是呢，当他在跟小会员讲完之后，有一个小会员就站起来。通常这个小会员是讲话很直接的，
他很爱神，可是呢，讲话很直接。所以我那老师一看到他站起来就说：“哦天哪，是他站起来，好讲话。”他心想大事不妙。可是呢，他一站起来之后呢，他就说：“牧师，我们很感谢你。好，只有1年多，可是你让我们教会上轨道。好，你不在的期间，我们会继续服侍教会。好，我们教会一样会继续做得很好。”没有想到他讲的话是支持他，所以小会员后来也都同意他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他要在主日礼拜上面要跟会友讲。好，在主日礼拜要跟2000个会友，他们礼拜天有5堂，好，有5堂，他要一堂一堂的跟会友讲，他要离开美国去到台湾。结果呢，讲完之后，好，出去的时候，好，这个老姐妹来跟这个牧师讲，牧师，我知道你会离开我们回去台湾，好，我早就知道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呢，那个老姐妹说，因为你每次在讲到台湾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睛就发亮，你的眼睛就发亮，啊，你的眼睛就发亮，好，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你很爱台湾。然后第5件事情，我想忘记了，可是呢，他就真的在去年8月他就回来，好，他就回来，一回来之后，哇，他的行程就很忙碌，好，就很忙。可是大家没有想到，他居然可以在不到2年的时间，好，又再次回来台湾，而且他这次再回来，好，他说神感动他，不是只有做神学院，好，是要做牧者的，关怀牧者的，好，所以他的现在的总会就请他去，好，在总会要给他一间办公室，他说他不要办公室，你就给我一张桌子就好，因为你给我办公室，我会被绑在这边，所以他说他只要一张桌子，所以他只有一个办公桌，好，然后他可以比较自由的，好，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，好，去帮助各个教会。好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马约翰牧师。好，那他在今年的6月，好，会到我们教会来分享。其实他是一个真的是从他身上很好的学习哦。然后呢，我们那天在日月潭，好，因为他去日月潭退休会，好，然后他说看到我们同学还有许传道，说呢要跟他的学生拍照。结果他相机一拿出来，哇！看到那个相机是非常老旧的相机，好，虽然是数位的，可是那荧幕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，好，很老很老的相机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这相机呢，这个怎么有的照片不能读到档案呢？他把记忆卡一打开，好，里面的容量是256 MB 的记忆卡，好。256 MB， 我说老师，我们现在都是用16G 耶，你的是256 MB， 好，所以老师他说对啊，我也打算换相机，我们说不用，我的相机送给你，好，所以隔天我们就拿一台相机去给他，好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好，一个爱神的人，好，他真的是在他身上有能听的耳，他愿意回应。如果那时候神告诉他说，你要回台湾，他说不可能。好，这个后面的故事，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每一天早晨，你要跟神祷告：主啊，唤醒我的耳朵，让我听见你的声音，让我不违背也不退后。当你这样练习，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充满神迹奇事。阿们。第二个。好，最后一个受教的心，我们一起说受教的心。我们来读这个经节第6节：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2腮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侮辱我，向我吐唾沫，我并不掩面。在犹太人当中，人家打你的背，好，这不是拍背而已，是用棍子打你的背，然后呢？拔你的胡须，好，拔你的胡须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是代表一种羞辱，好，是一种很严重的羞辱，而且还吐口水、吐唾沫，羞辱他。好，这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最羞辱他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为什么以赛亚说，我就给他打，我就给他拔，我就给他吐，我都不掩面？他吐口水在我脸上，我连擦都不擦。为什么？这是一种受教者的心。好，我们再说一次，受教者的心。
你的耳朵听见了，可是你的心有没有成为一位受教者？好，关键就在这一节。保罗呢，他也常常说，他为了传福音呢，受极大的苦难，被鞭打、被捆绑、被丢石头、被用棍子打，被在海上遇到风浪翻船，但是呢，他都不害怕，他都不害怕。环境越苦，人家羞辱他，把他抓去关，侮辱他，可是呢，他越充满感恩。所以他跟他的同工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被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手上脚上带着铁链，被捆绑起来，可是他们却一点都不紧张，也不难过。他们还在半夜的时候发起了祷告会，开始唱诗歌，敬拜赞美神。而且这个不是小小声，他们唱到连那个监牢都震动，然后监牢的门都打开了，监牢门都打开了，可是呢，他们还不逃跑。然后那个狱卒就来了，不是苏狱卒，好，是那个管监牢的那个狱卒。他来了之后呢，他们很害怕，好，但是呢，保罗带领他们全家决志信主，好，所以到了隔天，他还继续留在监牢里面。你可以看见一个受教者的心，他是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，一点都不受到人对他的回应。有的人对他很好，可是对他一下不好，心就受伤了。有的人来教会啊，大家这样子笑一笑啊，开开心心来教会很快乐。可是呢，有人讲你的问题，然后有人对你严厉一点，对你凶一点，心受伤，我再也不来教会了，我不来了，我以后真的不来。我们需要有受教者的心，让这个受教者的心在我们里面是紧紧跟着耶稣，像保罗、像以赛亚这样。好，所以他们在苦难当中为基督受苦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讲反而以为是大喜乐，在大患难当中变成大喜乐。所以英文有一句 enjoy， 好，就是享受。他们享受在患难当中。所以当一个人甘心为基督受苦的时候呢，甘心就变成享受。我们把这句话念一次：当一个人甘心为基督受苦时，反而是一种享受。很多人说在受苦当中就是受苦啊，他就很讨厌啊，他就斗斗啊，希望这苦难赶快结束，希望赶快解脱，不然我就换教会，不然我就不要来。可是有的人他反而享受，关键在于他一个甘心为基督受苦，甘心为基督受苦。所以 enjoy 好就是变成 enjoy 好，他在苦难当中甘心就是受苦，就是享受，而甘心受苦就是在喜乐的里面，就是 enjoy 好，在喜乐的当中，在喜乐的里面，你就能够享受。好，所以 enjoy is enjoy 好，在喜乐中就能够享受。好，我们说一次，在喜乐中就能够享受，而这个喜乐呢，就是甘心为基督来受苦。所以一个受教者，他有受教的心，他就不会随便的埋怨，不会抱怨啊，这样怎样。牧师，我也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，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什么人安怎，好，然后呢一讲10分钟，我有时候都可以把电话拿到这么远，好，好，然后呢再拿回来的时候呢，还是继续讲，好，所以我可以直接跳掉他中间讲的很多部分，然后他讲的差不多，我就插话，好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他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，听不进去，我对他在讲，他听不进去，好，所以这个要看情况。可是呢，我们不要埋怨，不要抱怨，受教者越侍奉越甘甜，心里面不会存着苦毒，心里面不会恼恨，心里面不会计较，心里面是什么？感恩跟喜乐，这是受教者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，有一个受教的心，甘心为基督受苦，你就有悔改的内在条件。你不需要常常有人来提醒你，你要悔改，
你不需要上帝还大老远派个先知来告诉你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认罪，你自己里面就有悔改的内在条件，你的生命自己会成长，你会一天一天成为新造的人，你会一天一天成为一个生命更新的人，你就能够用言语去扶助别人疲乏的人，你就能够去服侍人，让你的生命更加成长。我们来看，在周报上面也有，我们可以这样思想：在春节期间，每天早上至少用5分钟的时间思想以赛亚书这3节，第4节、第5节、第6节，然后呢，为自己祝福，有一个受教者的耳，还有一个受教者的心智。当我们心里面在反省，或是被人家指出缺点、错误的时候，先不要反驳，先不要急着解释，安静的听，真诚的接受，感谢神，感谢指正你的人，然后呢，花时间为这些事情好好祷告。这是一个受教者学习的功课。好，有的人他觉得很受伤、很委屈，眼泪都快流出来。其实不需要，你安静下来，跟神先祷告，你也为向这些人感谢。第3，如果你的孩子，如果你现在没有孩子，你的弟弟、你的妹妹，你有权柄在他们身上，你的同工、你的下属，常常听不进去你的话，你跟他说他不鸟你、不甩你，好，你也要向主问：主啊，是不是我对你也没有能听的耳？让我学习受教者，让我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，我才能够学习权柄，用权柄去扶助疲乏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，你透过受教者以赛亚他所写的，让我们学习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同时也关上在我们耳朵里面来自世界各样吵闹喧闹的声音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听你微小的声音。主啊，你借着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，亲自为我们祷告。主啊，赐给我们有能听的耳，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。主啊，赐给我们有个受教的心。主啊，能够甘心为基督耶稣受苦，甘心成为一个仆人。主，让我们学习成为受教者。主啊，让我们里面有悔改的内在的条件。主啊，当有人来指正我们，当有人来劝诫我们，主啊，当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、权柄来纠正我们过犯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的心愿意受教，愿意倾听，愿意祷告，愿意感谢。主，你要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是一个仆人的生命，是一个成熟的生命，是一个能够被上帝所拣选的生命，让我们是一个愿意并且顺服的生命。神，你就要拣选这样的人，成为你的器皿，成为你的器皿，成为你贵重的器皿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。